这个女孩在17岁生日那天，亲眼目睹父亲被人杀害，为了找出残忍的凶手，依然踏上了复仇之路，宁愿自己成为怪物，也要为父亲讨回公道。继《鱿鱼游戏》之后，网飞奉上又一部高能力作，由韩少熙、朴熙顺、安普贤主演的《以无之名》。韩少熙更一改往日的柔弱形象，饰演武力值超强的打女，为了追寻父亲死亡的真相，穿梭于黑白两道之间。故事一开始，挚友与父亲相依为命，他有着过人的运动天赋，因父亲东训的毒贩身份，挚友被警方跟踪监视，又因是黑道之女，在学校被校园欺凌，老师也找到挚友，因多名家长联名抗议，学校只能让他转学。今天是挚友的17岁生日，生活却不能因此善待他。学校的小太妹们蓄意挑衅挚友，甚至对他动手，挚友直接奋起反抗，将他们纷纷打倒在地，拿起书包离开教室。面对不待见自己的老师，直接摘下胸牌塞给他，宣布主动退学。走出学校，挚友一脚踹落警车的后视镜，将书包砸向后窗，被警方追赶。挚友拼命逃跑，一路逃到海边。夜幕降临，挚友看着手机里和父亲曾经的亲密合影，怅然若失。回到家的挚友一脚踢翻门口的蛋糕和花束，接到父亲的电话，听到父亲对自己的生日祝福，含泪述说积压的委屈。警方1个月都在监视他，因父亲黑道的身份曝光，学校根本没人搭理自己。气愤责怪父亲，害得自己的生活一团糟。失望的挚友气愤表示，再也不会对他有所期待，就当父亲已经死了。东迅得知女儿的遭遇，失落地回到车里，打开了为了防止警方追踪一直关机的手机，看着这段日子女儿发给自己的短信，愧疚不已，决意开车回家。东迅回到家楼下，一拳击碎车窗，打晕蹲守监视的警察，摆好门口被踢乱的礼物，拿出钥匙准备开门。此时一个神秘人朝他走来，只有听到门口的动静，透过猫眼看到父亲，想开门却被父亲死死抵住。突然一声枪响，让他担忧不已，迫切想开门查看父亲的情况。重伤的东迅苦苦哀求神秘人放过自己的女儿。随即又一声枪声响起，东迅叮嘱挚友千万不要出来，用尽最后的力气将钥匙断在门孔里，随即瘫坐在地。神秘人转身离开，东迅弥留之际向女儿道歉，因为自己让她吃了很多苦。话音说完，便遗憾离开了人世。挚友拼命打开门，抱起血泊中的父亲，崩溃痛哭不已。葬礼上，东迅所在组织的老大崔叔带着手下前来吊唁。挚友质问崔叔，到底指使父亲做些什么？是谁杀害了自己的父亲？崔叔让他只需记住2点：东迅是他最好的兄弟，他也是个好父亲。随即转身离去。挚友看着父亲的尸体，握住他满是伤痕的手，回忆2人从前在海边时，父亲希望在济州岛有个小房子，可以父女俩一起生活。这个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。挚友找到警方，希望可以查出凶手，警方却因证据不足敷衍了事，还将东迅的死挂在挚友头上。东迅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挚友，询问他到底说了什么，才让被通缉3个月的东迅现身。挚友意识到是自己的气话，父亲才会出现导致遇害，内疚不已，呆站在原地。挚友找到崔叔，拜托他找出杀害父亲的凶手。崔叔问他找到凶手打算怎么做，挚友扬言要亲手为父报仇。崔叔拿出匕首递到挚友手上，让他将自己想象成凶手。挚友下不了手，被崔叔一巴掌打倒在地，吩咐手下带他出去。下着大雨的夜里，挚友蜷缩在家里，听到门铃声，透过猫眼看到黑衣人的脸，惊恐地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声音。待神秘人走远，松了一口气的挚友强忍恐惧，手持棍棒追了出去，那人却早已驾车远去。不愿放弃的挚友到处张贴悬赏告示，如果有目击者能提供线索，自己愿意支付500万赏金。崔叔也注意到告示，此时挚友接到陌生来电，有人表示知道凶手是谁，让他带着钱到短信地点。挚友一袭黑衣蒙面来到短信地点，不料却是混混们的闹剧，只是为了得到赏金。寡不敌众的挚友被打倒在地，混混们对着他拳打脚踢，将昏迷的挚友关进后备箱。突然车子停下，出外一片嘈杂打斗声。崔叔及时赶到救出挚友。崔叔看着挚友为父报仇的决心，决定帮助他，带他来到组织训练营。一众男人对这个唯一的女性并没有手下留情，挚友在这洗碗洗衣还备受欺凌。面对种种磨难，挚友却越挫越勇，对着沙包拼命训练，迫切想让自己变强大。崔叔走来亲自教导他，让他不要想着怎么赢，而是应该想着怎么让对方死。只有招招击中要害，才能打败对手。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只有进步神速。在组织内部的比赛中，只有打倒一众男人，浑身是血的他迎来和江才的最后对峙，最终打赢江才，获得冠军。江才被挚友打败，怀恨在心，在他的水里下药，联合扫救寄予挚友的胖子，欲趁他失去意识对他行不轨之事。挚友喝完水，视线模糊，晕倒在床，2人偷偷潜入挚友房间，挚友强打精神反抗，纠缠中将骨灰盒撞碎在地。挚友捡起
起碎片刺伤男人，跌跌撞撞逃出门外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崔叔及时出现救下了他。愤怒的崔叔不顾江才的求饶，还是划破了他的脸，将他逐出组织。只有回到房间，含泪整理父亲的骨灰。出门时遇到泰州，他劝说挚友离开这里，他曾是东迅的助手。挚友却说现在选择退出已经太迟了。崔叔带挚友来到曾经和东迅经常来的店，扔给他一个文件，告知他今天挚友已死。泰州向手下们公布江才因杀害挚友被逐出组织。崔叔递给他一把枪，告知这是凶手的枪。虽然凶手不知所措，但查出是警方的枪。以后他将化名讳迹，成为卧底警察，潜入警局找出真凶，为父报仇。5年过去，挚友剪去长发，日复一日严苛的训练，他成为了重案组的刑警，正式开始卧底的生活。在一次抓捕犯人的行动中，意外遇上假装毒枭的缉毒警察道哥，两人因为抓捕的目标撞车引发争执。接到上司电话的挚友还是不情愿地将犯人交给道哥，两人就此结下梁子。崔叔因毒品合作伙伴的背叛，吩咐手下将他塞进车里，伪装成自杀身亡。挚友回到警局，遇到毒品搜查部的车组长，认出他就是那晚的黑衣人。挚友曾多次申请加入缉毒部，车组长询问他如此执着的人，挚友只说有一定要抓到的人。车组长同意将他调到缉毒部。挚友找到崔叔，递给他保温杯，里面装有洋甘菊茶，对他的失眠有好处，告知他自己已经被调到缉毒部，现在终于离报仇又近了一步。崔叔告知他，10年前在那个仓库，各方人马欲吞并他们组织，此时东迅出现救下他，自此两人成为最要好的兄弟。崔叔将东迅的匕首交给他，让他找到凶手就杀了他，组织会不惜一切保护他。审讯室内，道哥软硬兼施审问毒贩，得知新型毒品的来源是个叫芒果的人。道哥发现挚友被调到缉毒部，还成为了他的新搭档。由于之前的误会，道哥对挚友并不认可。道哥得知芒果的行踪，全体组员出动。车组长看着崔叔的合作伙伴厮杀身亡的新闻，拨通电话告知对方，崔叔似乎开始行动了。道哥留在车内，让挚友单枪匹马前往。他一路打进内部，道哥见挚友迟迟未出来，走近发现一地被打晕的人，看到挚友已制服芒果，惊讶他的超强武力值。挚友成功找到藏匿毒品的位置，将芒果逮捕归案。审讯室内，芒果不愿招供出幕后老大，只说此人异常危险。此时酒吧内，被崔叔划破脸的江才成为贩卖新型毒品的毒贩，准备向崔叔和挚友复仇。崔叔从挚友这边得知芒果被捕，并且市面上还有新型毒品流通。挚友回到警局，在内部网站上查询父亲的案件，怀疑凶手是车组长。崔叔找到泰州，证明确有新型毒品在流通，因合作伙伴背叛，导致他们没有及时供货，怀疑是有新组织趁虚而入。泰州表示会前去调查，崔叔却说挚友会调查清楚，并打算亲自前去确认新工厂。警局内即将开始一场秘密抓捕行动，警员们领取枪支和防弹背心，将手机上交。到达会议室，车组长告知他们，国内最大的毒枭崔叔将会亲自前往新工厂，随即便可人赃俱获，将他抓捕。挚友得知目标是崔叔，担忧不已。崔叔来到海上的新工厂，警方也纷纷抵达，寻找崔叔的位置。道哥被人袭击，监控设备镜头破损严重。道哥解决内人，找到崔叔，准备将他逮捕归案。突然枪声响起，四周一片漆黑。崔叔立即趁乱跳海逃跑，抓捕行动宣告失败。警方搜寻现场，挚友报告发现可疑枪支。车组长看着手枪若有所思。崔叔因工厂被端，气急败坏，怀疑是内鬼暴露行踪。泰州趁机询问崔叔，这次的抓捕行动，挚友为何没有告知他们？泰州的挑拨离间起了作用。面对挚友打来的电话，崔叔直接选择了无视。车组长虽然向枪械组确认组员们并未使用枪支，但还是检查了每位组长的枪支。道哥对于行动失败气愤不已，告知挚友，早在11年前，崔叔就制造并贩卖毒品，甚至杀人，但都因证据不足或者有其他人恣手顶罪，依旧逍遥法外。挚友看着照片中父亲的身影，道哥告知他，东迅是崔叔的亲信，在5年前遇害身亡，犯人和凶器均未寻获。聚餐时，组员告知挚友，车组长拼命想抓捕崔叔的理由，以前缉毒部有个和车组长很要好的老妖因公遇害，眼看这次可以将崔叔一网打尽，却再次功亏一篑，车组长的心情可想而知。此时挚友接到崔叔的电话，因为是突袭行动，自己事前并不知情。最后将警方的监控位置告知崔叔，崔叔猜测是自己这边有内鬼，询问是否是挚友开的枪。挚友表示早就做好在现场开枪的准备。警方发现监控被崔叔全部摧毁，车组长看了眼自己的组员们，拿了份文件转身离开。挚友跟踪车组长发现他将枪支偷偷拿去修复，江才密谋5年的行动开始了。待手下们来到曾经的训练营，准备向崔叔复仇，大开杀戒的江才毫不留情，泰州也被其制服砍伤。此时车组长接到电话匆匆离开，挚友也接到电话赶往现场。国立研究院正修复枪支，将划痕修补后原有的编号出现。挚友赶到现场，看到一众伤员，泰州也身负重伤，看到训练营一片混乱，用血写着我回来了。
挚友询问道哥崔叔死了吗？本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。挚友能否找到杀害父亲的凶手？复仇之路上还将遭遇怎样的凶险？下一集我们不见不散。